台上面咧就係、馮麗萍師傅以及香香師傅嘅精彩表演啦。咁咧馮麗萍師傅咧，亦都係麗萍電台之友會嘅會長，零創會會長。咁咧佢除咗係精於武術之外，佢喺舞蹈方面亦都有好深嘅造詣嘅。喺東涌區一帶咧，都係非常之著名嘅人物嚟嘅。我哋細心啲欣賞下，由馮麗萍師傅以及係香香師傅嘅精彩演出啦。我哋欣賞下阿馮麗萍師傅以及啲腰馬，冇法及上功力嘅腰馬咧，都撞唔到佢哋呢套嘅花。我哋練太極咧，最緊要係花，即係我嘅本領啊！